弥撒，把门关好，有风。这个时候，也只有你敢闯到这里来。我的陛下。他走了，真是个骄傲的蒙古狮子。他是第一个拒绝我赐予殊荣的男人，无论他是个英雄还是个傻瓜，都叫人难忘。总督阁下，公主殿下，您拒绝了女皇陛下。是的。为什么？一个人总会有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还没有人拒绝过陛下的宠幸，他们都选择了接受。作为一个图尔扈特人，要用生命来维护汗国的尊严，这就是我的选择。你没有想过后果吗？后果？我的儿子远离了我，我的哥哥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中。我的人民在为俄罗斯的利益流血牺牲，还有比这些更坏的结果吗？您是个很特别的人，尊敬的总督阁下。韩。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表达我对您的感谢，我的朋友。阁下，您的热情使我惶惑，我好像并没有为您做什么。是的，是的，也许您并不清楚，可事实是您帮助了我。您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吗？正是这样的预感，才让我从前线兼程赶了回来。幸运的是，赶回来很及时。阁下，希望您能向女皇陛下陈述战场的真实情况，好吗？我已经做了，女皇陛下会正式的召见您，我的朋友。可是您还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在您身上发生了。枢密院的那帮该死的家伙们，竟想用您来取代我在陛下身边的位置，进而想通过您控制女皇陛下，而您的桀骜不驯，竟然鬼使神差的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我的朋友，感谢你挽救了我，告诉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忘记战场上的那些不快吧，我愿意正式向您道歉。我的朋友，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道歉，请您给予谅解。阁下，这可以了吧？从现在起，我欠您一份情，将来一定会偿还您的，请您记住。谢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朋友了。
只要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助你。女皇陛下考虑到我巴西总督一贯对帝国的忠诚和他的功绩，决定以极度的仁慈宽恕他擅自脱离战场的过错，并继续作为图尔扈特总督全权治理女皇陛下的韩国领土和臣民。女皇陛下希望总督为了帝国和他本人的荣誉，以忠诚来挽回自己的过失。所以，陛下希望看到他带领无敌的图尔扈特军团继续参加征服土耳其的战争。愿全能的神与俄罗斯同在。阿门。我巴西总督，刚才的那些您听清楚了吗？我听清楚了，但这不是我要的全部。总督，陛下的仁慈还不能令您满足吗？康斯坦丁诺维奇让图尔扈特总督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陛下，我要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已经分别10年了。他已经10岁了，您想见到他很重要吗？是的，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你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儿子，他皈依了神圣的主，刚刚行过坚信礼，他将成为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不，我的儿子是属于神圣的图尔扈特族，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强迫他改变。您错了，不过我会满足您的愿望。过来，孩子。您好，我的女皇。哦，孩子，我现在让你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图尔扈特汗国的总督，也是你的父亲。阿斯赖，请称呼我伊凡伊利伊奇伯爵。到你父亲面前去，伯爵。您好，总督阁下。孩子认生，你们分开太久了。陛下，我要带走他。是时候了，他应该见到他的母亲，回到他的故乡。您要夺走我的教子？总督阁下，图尔扈特汗国与沙皇陛下的政府是有约在先的。谢谢您的提醒，我不会忘记发生在我的同胞兄长身上的悲剧。一个图尔扈特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保护，他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阁下需要提醒您，请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儿子是我的，身份是你们给的，那就让他们物归原主吧。我巴西，还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像您这样放肆。陛下，我说出了事实，这让您感到不安吗？收回您的话。什么？你说什么？请收回您刚才说的话。我不能容忍您藐视女皇陛下，你要向女皇陛下认错。佛爷饶恕你，我的儿子。陛下，我请求你，让我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我的总督。至少现在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我拒绝了您，就会给别人留下不通情理的把柄，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巴西。这是你们俄罗斯特有的道德吗？我不介意您的不满，总督。也许让伊凡伊利伊奇伯爵自己选择，更能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正。您说呢？伊凡伊利奇伯爵，
留在我的身边，还是随你的父亲回到图尔扈特，做出您的选择？我选择您，我的女皇。没想到，与儿子的会面竟是这个样子。他对我的打击，比薄将军在战场上的无耻行为还要更大。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将怎样与儿子相对和相处。虽然图尔扈特的血液最终将起作用，但是女皇在我之前已经下足了功夫，这会是一场严峻的较量。看起来温情脉脉，但决定着部族将来的命运。韩，出什么事了？赶快收拾行装，马上离开圣彼得堡。去哪儿？回去。韩，这是为什么呢？韩国上下传说我已经战死，这二股在策布克的主持下，准备选举新的韩王，报请女皇批准。好，我马上就去准备。韩，可是不能带走阿萨来了。阿萨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韩，韩，枢密官康斯坦丁在外面等您呢。他来干什么？他说有要事要通知您。如果您不见他，我去挡驾。米萨，我得提醒你，你和枢密院的关系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已经形成的矛盾还是需要缓解的。你呢，就应该主动一点。我相信，这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不在枢密院，而是在你，因为枢密院他们不想让你在我这里得到的更多。你知道吗？我得到了什么？哼，得到了我。这点他们很不高兴。我巴西事件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追究责任了，免得激化和加深你和枢密院的矛盾。好吧，陛下。您答应伊凡伊利伊奇伯爵随他的父亲一起回到图尔扈特汗国，是这样吗？我的女皇陛下，您的决定太英明了。米萨，我得纠正你，伊凡伊利伊奇伯爵不是回到图尔扈特汗国，而是前往。这有区别吗？您不明白吗？伊凡伊利伊奇伯爵随他的父亲前往图尔扈特汗国，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为了让娜塔莉亚以合乎情理的身份进入韩国的核心集团，随时监视图尔扈特人的动向，我要派他去韩国。陛下，我相信此刻沃巴西的心中对您充满了感恩之情，我不得不佩服您的英明，陛下。你知道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我要把新俄罗斯献给你，我要在克里米亚的黑土地上开垦农田，我还要在里海、黑海为你建起不动的港口。你将和我一起远航。虽然奥斯曼帝国还有苏丹在你的面前退缩了，你的攻击俄罗斯没人能比，可我更需要你。这我知道，俄罗斯同样需要我。你说的不错，米萨。俄罗斯需要你，也需要图尔扈特人做俄罗斯强有力的同盟者。我巴西的桀骜不驯，
蒙古人情节难以改变，而清朝政府的特使要求进入图尔扈特。我想这点说明图尔扈特和清朝政府一定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越来越担心，图尔扈特人有一天会脱离俄罗斯，然后回到东方。如果图尔扈特人有一天做出这样的蠢事，那波将军军团将是他们不可逾越的最后屏障。枢密官阁下，我巴西，我相信您是俄罗斯最幸运的人。尽管您把所有的人都羡慕的幸福断然拒之门外，可幸运之神依然眷顾着您。枢密官阁下，如果您还有一些自尊的话，您听我把话说完，尊敬的总督先生。女皇陛下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决定，女皇陛下答应了您的请求。伊凡伊利伊奇伯爵将随同他的父亲一同前往图尔扈特汗国。我想你很清楚彼得保罗要塞的历史。我带你来不过是想在你走之前重温一下它的辉煌。当彼得大帝要在这儿建立强大帝国中心的时候，那会儿这里还是一片沼泽。有人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可是仅仅过去才几十年，彼得大帝的梦想就变成了现实。豪华的圣彼得堡把俄罗斯带进了欧洲，并让它成为欧洲的强国。你不要心存幻想，小娜迦。俄罗斯它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没有它做不到的事情。是的，陛下。当然，我也知道是有人不喜欢彼得保罗要塞，因为他还担负着国家监狱的职责。可是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没有监狱呢？这里面那些单人囚室是阴暗潮湿了一些，但对那些对抗俄罗斯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养老送终的地方。可是陛下也有……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图尔扈特总督的哥哥，那仅仅是一个例外。回顾彼得大帝的辉煌历史，总是让人感到激动和振奋。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你要牢记，你的图尔扈特之行，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负责，娜迦。前方遥遥几千里路，我为你祝福。你可以上路了，走吧，小娜迦。您不召见图尔扈特总督吗？不，和他见面只会带给我忧郁和感伤。那再见，女皇。再见。保重娜塔莉亚，上帝会关爱你。上帝关爱阿萨莱。我要见我巴西。对不起，他已经返回韩国去了。为什么？他不愿意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同行吗？不，韩国有急事，需要他马上回去。殿下，我将派人护送你和阿塞莱王子回到图尔扈特汗国去。我们明日启程。
诸位，韩国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既然本台籍主持扎尔固，就有责任依照祖宗遗法和先韩制定的神圣法典赋予的权利，与诸位同舟共济，当机立断，推举出新的韩王，执掌韩国。大太极，推举新韩关系重大，还是慎重些为好啊。老公爷，我说此事刻不容缓。按照汉人们的说法，叫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可是韩王升天终归是传闻呐。按照老规矩，即使韩王确实已遭不测，也要先以韩王的遗嘱为准，还是先推举继承人吧。韩王不是没有遗嘱吗？此事不必考虑。别忘了，我们的韩是有儿子的。您是说阿塞赖吗？俄国女皇已经把他收为教子了。诸位王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眼下的形势却不容我们迟疑犹豫。俄国首都已经在轰传韩王阵亡的消息，难道只是空穴来风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尽早的决定，一旦女皇把那个信奉他们的宗教的孩子立为新韩的话，那么我们就十分被动了。这倒是件大事。我们的韩成了他的干儿子，那岂不是笑话？我觉得那个孩子的身份也极为可疑。万一弄了个不知什么血统的孩子来，那我们韩国不就完了吗？是啊，说的有道理。都这个时候了，洛桑丹增妈妈怎么还没有到场啊？这件大事儿，咱们得听听佛爷的意思啊。对，我已经派人去请了2次了，或许他正在为刚刚死去的沃巴西汗诵经祈祷，不能脱身吧？可是我想，佛爷是具有大智慧的，他一定会指示我们看清阴谋，维护我们韩国法统的纯洁的。对，我们都听策伯克大太极的。是啊，事不宜迟，我们还是快些推举吧。还推举什么呀？策伯克大太极不是现成的人选吗？他是伟大的阿育其汗的嫡系长孙，才能嘛，就更不用说了。你们说，咱们现在韩国上下还有比策伯克太极更合适的人选吗？说的是，没错，对，最合适。快给我换马！快，站住！站住！什么人？我是沃巴西，我要换马，快！在回家的漫长路途上，我不能不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时候，另一场危机正在韩国的扎尔固上演。策伯克这个人聪明而不可测，我对他既熟悉又陌生。关键时刻，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我实在猜不透。列宗在上，为了韩国的命运和臣民的福祉，我策伯克多尔济今天在这里和全体贵族共同商议推举新的韩王，一心为公，皇天可见。一心为公，
皇天可见。诸位如果对此事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现在就歃血为盟，共图大事。歃血为盟，共图大事。慢。达什顿。策伯克太极，您这是干什么？韩王已经升天了。胡说！达什顿队长，你跟我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策伯克太极，你说韩王升天了，有证据吗？从前线回来报信的士兵，亲眼看见韩王被俄罗斯军队的炮弹击中，在座所有的贵族都听见了。达什顿队长，这几天韩国一直沉浸在失去首领的悲痛之中。达什顿队长，我们和你一样，不愿意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可是事实已经不容改变，是俄国人干掉韩王的同时，册封了阿萨莱，让韩权以合法的途径落在一个东正教的傀儡手中。这可是韩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说的有道理，这就是你要当韩王的理由吗？我相信，这也是韩王的遗愿。好，那你得问问韩王，你什么意思？还是那句话，韩王他没死。没死是吗？不是亲眼看见韩王死，就是。俄国人的炮弹击中的是韩王的替身。这是莫门徒的计谋，我们骗过了俄国人。韩王他活着，活着，好，韩王回来了，韩王回来了，快看，韩王回来了，走，快走。这是怎么回事？太极，梦醒了就好啊。佛祖慈悲，我们的韩王也是以佛心为心的。你们为什么连我都蒙在鼓里？哦，太极，是这样的，因为前线战事紧迫，来不及通知你了。妈妈，其实我这样做，我也全是为了韩国呀！哦，佛祖保卫韩王，远离灾祸，平安归来，这也是韩国万民的福祉。你能理解我就好。哦，理解。佛祖保佑。你们大家都辛苦了，妈妈健康吉祥。韩王，不幸的消息曾像黑色的暴风雪袭击而来，我们的心都在战栗。看到你像皎洁的雪豹一样回到王庭，所有人的心都像花一样开放了。感谢上帝保佑你能从圣彼得堡平安回家。可是我们的儿子呢？难道让阿萨赖永远留在那个埋葬了他叔叔的地方吗？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埋葬了他叔叔的地方。我给你们带回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而不是礼物。图尔扈特的王子正在回到韩国的途中。杨继，杨继，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阿萨莱回来了。
回来了。来，喝杯奶茶。您怎么不说话？求求您，说说我们的儿子，他怎么样？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到时候就都知道了。可是我等不及了，韩，请满足一个母亲的好奇心，说说我们的儿子，好吗？你要有准备。也许他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阿萨赖。你已经10年没有见到他了。韩，我相信我们的儿子阿萨赖，他一定是很神气的。阿萨赖，我们的儿子，我相信他永远不会改变的。韩王，我想跟您解释。战场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我中弹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那是真的，扎尔古今天的决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韩王，不过我还是要对你提出指责。你是扎尔固的主席，怎么可以让反俄罗斯的情绪如此公开呢？你应该最清楚，我们面对的俄罗斯是强大而几乎无所不能的。您的指责让我感到羞愧。我在彼得堡接受的教育，还远远不如您天赋的智慧。我相信，这种情绪很快会传到俄罗斯人那里去。韩王，请告诉我您真实的想法吧。和你一样，渴望能像鹰一样，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现在俄罗斯把我们通向自由的大门都关上了。我明白了，您是想飞翔。这只雄鹰翱翔的翅膀，能不能飞翔到自由的天堂？自由的天堂，在东方。哼，这次我算真的看清他们了。当我们接到韩王撤出战场的命令时，已经晚了。那个时候战场上双方混战在一起，怎么能说撤退就能退出来呢？我们的撤军号刚响不久，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落了下来。是啊，多亏了韩王，要是没有他撤退的命令，恐怕我们都不能活着回来了。诸位，近来韩国接连发生意外，真是多事之秋啊！这些事情证明了我们一个多年来的疑虑：在他们的版图上，俄罗斯政府绝不允许有我们图尔扈特这样一个独立自由的韩国存在。他们在用种种的方法剥夺我们的财富，削弱我们的力量，改变我们的信仰，同时又收买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充当他们的傀儡，成了他们的帮凶，达到他们民族灭绝的目的。现在是我们清醒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对俄罗斯再存在幻想，否则我们会慢慢的消亡。是啊，我们绝不能自取灭亡。对，说得对，说得对，消亡不能这样。韩王的话切中要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遇到重大的决策，我们要慎重。今天，几位台吉不必如此匆忙。目前的形势摆在这儿，大家应该认真的想一想，再做决断，也不迟啊。驾！我听说图尔扈特汗国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儿没有宫殿，也没有教堂，只是一片荒凉。我还听说那儿的人，他们连面包都不会烤。范尼，那里的人或许真的不吃面包，我也没去过那里，可是我见过那里的人，他们和俄罗斯人一样勇敢而正直，他们都是你的亲人，知道吗？他们信仰东正教吗？是的，你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你跟我说说我的母亲吧。我知道的不多，我听说她很想你，想你想的都生病了。娜佳，其实我知道我不是俄罗斯人，同学们都叫我图尔扈特人，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图尔扈特，而且我也不想当图尔扈特人。范尼，这不是你能选择的。是啊，我不能选择。王子，快到阿斯特拉罕城了，过了阿斯特拉罕城，就是韩国的领地了。约纳斯图要在阿斯特拉罕住吗？是的，